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把废弃的粪扫摕来重新利用，爱物惜物，减少对地球的危害。安尼理念已经大量运用伫台湾的文创领域。像要单调的水果箱啊，会当摕来做笔记本；广告的布棚甲学生的运动衫，嘛会当改做各种的收纳袋啊。甚至要单调的篮球，嘛会当摕来做锁匙圈啊甲卡网。一阵搁一阵年轻的设计师利用废物发挥创意，修复环境。圣女柑仔蜜往来巴拉这台湾代表性的水果变成笔记簿顶面的新封面，流浪过全台湾各地水果纸箱啊，即马变新包装，开始另外一段旅程。消费者他会喜欢比较完整的图案，然后我就会来对位置，像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翻页的时候是左右翻，所以一定是直的这样裁。等一下，这就是笔记本的封面。提出彩绘铁板伫纸箱顶，选择较趣味的图，加保留落来。随来再搁用浸过水分离出来纸箱内缘，裁切做内掩。再算10张。讲起来简单几步，一本全新的笔记簿啊，也是明信片，就大功告成啊。准备要写新的故事，就是有一些错版，就是印刷的很粗糙的部分。例如说，这个东西打勾，就好像曾经被不知道它有什么故事这样，就在市场流通过。然后他们也会很喜欢像是橘子、苹果，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意思的，像吉利啊、平安啊这样。提出洗好的旧运动裤，为裤脚甲撬开，对角甲扯起来，所以甲添一个大、一个特殊的背包就完成啊。原本是都在做跟商业设计有关，就会思考说，我除了一直生产东西出来，我能不能够利用就是太旧的一些材料，能够再做成新的商品，然后同时让人们去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这些材料其实能够再被利用？就会想说利用类似像回收的果菜纸箱，然后还有广告帆布，然后还有过期的日历，还有学校的旧衣这样。罗成干甲太太陈乃文两个人拢是学商品设计出身，本来伫设计公司上班有稳定的薪水，也无因为罗成干无想要搁做废料的制作者。2016年，伊将徛家改装做工作室，并且创立品牌，为旧纸箱啊、旧运动服、旧的广告布料研究商品，也无创业4年来难免会拄到难关。因为量产就是因为我们回收回来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不规则，或是它不是很完整，所以我们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整理它。然后其实那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问题。这样，第一个就是花人力跟时间这样，然后整理到可以量产的阶段，需要很长的一段这个心力。为各种的活动场合回收人无爱广告布棚，运用本来多样彩过，再搁车遮久，瞬间变成创意的鉛笔袋啊，还有环保袋啊。想要面对的族群就是比较像是年轻人，然后或者是对环保意识比较会关注的人。然后我觉得
对他们来发声或影响他们，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有成效的。然后其实老人家看到这些东西，他说：“哎，这不是我家的纸箱吗？这不是我家的日历吗？这个不是我孙子的那个学校的衣服而已吗？你们这样做成商品，我才不要。”这样他们会有那样的心态。但是对年轻人来说，他会觉得这个是原来这些材料可以再被利用，他们会重新去思考生活周遭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就产生一些影响，比方说可以惜物啊，或是关注在环保上面。运动风继续是圈仔，也是车背包，拍破传统的文创商品，将为台湾拍开新眼界。损坏的篮球原本只能被丢到垃圾桶，不过现在能够赋予它新生命，经过改造也能变身成为文创小物。运用球领特性，先将篮球变成原来模样，再个化作平，将球面小清气了后，就使扭寸球。卡出要定的位，上尾再个提青胶变成独一无二的锁匙圈仔。这款创新的设计，分名叫做高射篮球的设计，加作品巧妙的结合。我们团队本身，我们3个人都是工业设计的背景，然后我们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些环保的设计。那我们公司一开始是以接设计服务案为主，那我们就是在2018年开启了这个计划。然后其实也是因为我们3个都很喜欢打篮球啦，然后想说不定有可能。环保可以用一个另外一种比较运动风格、街头风格去呈现它，所以最后就决定用篮球皮来制作作为我们主要材料，然后做成一个环保的生机回收品牌。因为我们也做了1年嘛，就也开始有些学校知道我们有在回收的讯息，会主动联系我们。这3位8年级生是东海工业设计系毕业的同班同学，2018年因决定做开工作室。虽然敢若8坪大的空间，也过3个人有同款的理念，向环保再生的概念前进，找回学设计的初恋。我们希望我们的设计可以让大家喜欢这个产品，而不是因为它非常环保，所以我必须要支持这个品牌。所以这就是我们达到。然后我们其实在所以我们才会将环保以这种比较不同的、比较风格强烈、比较街头的方式呈现。我们希望可以做到一个无意识的环保，它不是应该需要环保而环保，而是因为他喜欢而环保。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推出这个品牌，就是最大的价值就是在这里。我们的品牌就是对于环保的那个角度比较像是想要从一个很酷的方式，然后吸引原本不是环保族群的人，然后也可以说，这东西好酷啊，原来它是环保的，这样就是除了推广给原本就是环保的族群以外，就是可以再去吸引环保族群以外的人，然后一起加入环保这个行列，这样。依照统计，全台湾的学校每1年拢会产生1.45吨无癌球类，这球类的材质是 PU 树龄，无度直接烧。2年来，二次运球工作室已经回收将近600粒球，除了现有的锁匙圈仔、小背包，在银角的背包以外，未来准备打造更较大型的背包。我们有提到是想要做一些环保的设计，然后其实我们在回收这个材质的行为，其实就是在某种程度在降低这个材料直接被焚烧的可能，所以有点像是他们原本其实应该都要被处理掉了，我们再重新把它拿过来运用，就是在利用的过程中赋予它更高的价值。从材料端开始，然后整个考虑整个就是回收系统，包括跟学校回收回馈一些手作课程啊，一些就是教育的演讲啊之类的东西，可以让比较大部分在制造新的产品的时候，会让大部分人觉得说，好像跟一般的企业不太一样，就是会有一个环保的东西在撑着。废料变材料的一个。废料不再只有一种可能，怎想啊？广告布棚、篮球，甚至歹铁啊、废五金，包括设计师甲艺术家的头壳，拢会使创意变新，重新再利用。2020年，废之不弃结合文创，一波一波历史革命，才在台湾发现。
嘛激起社会大众对环境影响的另外一种情绪。